镜周刊报道，资深艺人李亚平近日频频攻占媒体版面，先前才为红包钱杠上彭恰恰，现在又因与于天冷战，大爆料老公从婚前1夜7次郎，变成婚后7天1次郎，最后是7年1次郎。李亚平哀怨于天床上功夫不好，技术不好，我不满意，叫他自己用手将就点，言谈非常呛辣。因为3600元红包闹翻的彭恰恰跟李亚平，最近下面也是隔空校正。彭恰恰出席台湾向洋杯明星公益棒球赛记者会时，她的下体被罗氏性黄平阳袭击，她一脸便秘似的痛样。转场看在华视录影的李亚平，她抖出于天不举，床上功夫不好。夫妻其实已经20年没有啪啪啪，最近还冷战。最近郭碧婷辛勤宣传攻势，魂球西门，虽然焦点一直在她的新恋情对象是有香港老大之称的向华强儿子向佐，她也显得灵气尽失，时不时脸肉走中，像下巴挤出3层肉之类的，已经微微飘出省味。